的水舞表演加上七彩灯光，当然是咧换衫裤同款对音乐的变化。屏东万年溪水舞灯光表演是2022年屏东灯会当中真受欢迎的项目。 主要是以城市起码造型做设计概念，四个角做斜丘，中心圆是主体，营造出5款的水景，加上独家水烟火喷头技术，是台湾头一摆的创新表演。另外，还有台湾水舞大师谢明芬专工替这个表演创作编曲，以无共节奏、无共造型、旋律的分布比例，呈现出3D 水舞的动态水。 除了精彩水舞表演，还有一个太空梭。万年溪景观桥变作一条伫天顶的银河，加上失去动力的太空人飘伫宇宙当中，准备要坐动力机械太空梭，有灯光、烟雾、音效，都真正像太空梭要飞上天。伫这摆万年溪灯区有美丽欢乐的造型灯，让人感觉行入趣味个奇幻的世界。 那另外2个灯区呢，包含到我们的县民公园灯区。那我们以艺术灯区来布展，非常漂亮。除了屏东灯会，还有四灯溪这边现场嘛真水。规个拢是粉红色、紫色的灯光，让暗暝变甲真浪漫。屏东四灯溪温泉柜自四灯溪到碧海温泉，拢以粉红色的灯来展示，让游客伫浪漫的氛围当中，阁会使来浸温泉，身心灵拢是高等的享受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